你即马所收听的是《波多连播网》波多新歌发烧榜。第一家大咧呢，要特别来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哈，来跟我一起来爆榜，今日较特别啦哈！欢迎咱这个真久无看的好朋友啊，咱高阿莹的阿莹的你好，大人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是哩，哦，这个单元吼，真久拢无看的对无吼？无看的无听的啦，啊，无听到我的声音啦。你会惊吓袂？你惊吓讲咱听众朋友将你放袂去无？袂咧，袂哦，为什么？袂啊，我想吼，听众朋友应该也个会记阿莹啦。哦，是，这么有自信咯，对吧？非常有自信。这甲今日咱主题都无关系。哦，咱今仔日要来爆榜，什么榜啊？封神榜，当然嘛不是，是波多新歌发烧榜。是。对第几名开始报起？啊，咱通常一般都嘛对105名开始。无啦，无遐济啦。第五名开始报起啦吼。好，第二家嘛，提起所有听众朋友，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，就咱波多连播榜这听得到，我们开始放榜啦。第5名是什么人咧？check it out。第5名。OK， 今日的第5名就是这位，是潘佩莉。潘佩莉，你有咧看歌唱比赛无？较罕的咧，啊，你给我介绍一下。伊是明视的明日之星哦，也是这个突破100万的哦，突破20关拿到100万的。比你较厉害咧，比你喂，真是比你。我哋唔是参加这个比赛，我是，系啦。但是讲潘佩莉吼，真正唱歌咧，声音真有路。对，有一个称呼伫咧江湖上，什么称呼？小江辉啊，小江辉。对，总算推出个人的第1张专辑，叫做《美丽的邀请》。这声音听起来吼，轻轻柔柔，真的很舒服呢。没错。多少柔情爱你的甜蜜，背信思量没把塞。让我们欢迎天王巨星，谢雷大哥。谢雷大哥，自从细汉的时阵就开始听伊的歌。你哦，古久满杯，什么人不听过咧？对，这有名哦。说到我们来吧，雷梦娜。对，谢雷大哥他已经横跨了好几个时代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前辈呢？对啊，从这个群星会时代哦，你捌看过吗？谢雷、青山、晚曲、紫薇对不？白光白光无了，蒋光超。啊不，蒋光超有咧，其实蒋光超当初是咧重视的啦。对。总共几个咧，谢雷大哥这一次再度推出自己最新的专辑哈，我爱你，希望大家支持。这礼拜第3名，这是董事长乐团带出来的子弟兵，是叫做男子汉乐团。男子汉乐团不容易耶，不简单。为什么？5个这个大男孩是拢是住伫屏东，然后呢，他们在玩音乐呢，一路的这个历程都是还蛮辛苦的，但是拢我来真坚持，顶一张就是头一张的专辑，第2即嘛后一张咧。第2张我中差不多人4年，因为这中有人去做兵嘛，对啦，这个还有大学毕业去做兵，还进入社会，进入社会嘛不是讲还没进入社会就出唱片，就说又等了这个大概2年的时间来孕育这第2张专辑。大人呢，你有感觉讲吼，其实咱有当时啊吼，咧听咧5月天，咱会感觉讲啊，这是算讲华语的和乐团。对，但是讲咱咧听讲这男子汉乐团的时阵，咱会感觉讲这是正讲咱台湾的迄落的摇滚乐团。无唔对，伊开口听的是就是无共咧，完全拢是使用咱台湾的这个母语台语来做创作，是对无？吼，像讲这当中的歌曲拢真好听。上新的专辑叫做《爱情广播电台》，我特别邀请到吼屏东的这个凤上头恒春呢来帮我做串场厉害呀！所以咧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吼，男子汉乐团是第2张的专辑这礼拜嘛十分的欢喜，摕到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3名。
排第2名是在客家庄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，是，伊以前拢唱客语的，阿嘛伫咧客家电视台在做迄个老的大擂台那个歌唱比赛的评审，尤兆奇老师，今嘛来唱台语歌，嘛是最好听的呢。上新专辑叫做《江心行江路》，你今嘛是什么名？大咧咧，这算讲无简单。安怎讲？客家话，该来唱台语，唱拢无共款，讲法拢无共款。你即马甲听讲伊这首歌曲，听起来字正腔圆。对，讲去南投一寡你讲客家那边的唱，没有完全拢。因为他是老师啊，所以知影做讲这台语的家字甲客语的伫倒位。拢袂淡着。伊就讲这个参像讲。伊讲台语有8音，但是咧客语有7音，但是客语佫有一个音特别排法，叫做入声字。比如讲你吃饱嘛，就是你吃饱了没？吃饱没有？他们有很多吸一杯啊，哇，咱台语较少这种入声字，无简单，老师级，对，而且尤兆奇老师为着要来唱这个台语歌伊佫特别去练习这个台语，去翻遐什么字典啦，学一寡下起啦话啦，听咱报道联播网啦，来学台语，所以不够定金，加厉害，真的要给教学的老师这个掌声鼓励啦，对不对？这第2名呢，就是咱这个尤兆奇老师的新歌宝贝嘛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有你来陪，只要有你。第1名。好，这礼拜第1名 CD 就是荒山亮跟甲子慧这首《情深缘浅》金曲歌王，真的不容易。你有没有发现这荒山亮老师啊？自从呢拿了金曲奖之后，那 case 拢加不完呢。唔来讲 case 咱来讲荒山亮老师他那个声音很有生命力跟穿透力，真的。你唱布袋戏大家拢真正感觉到那个布袋戏整个灵魂都活了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个荒山亮老师呢，今年可以说是丰收的一年，帮很多的歌手写歌，很多歌手制作。常讲朱大哥过去的迄张专辑吧，还有上新的专辑拢是制作的。还不够大的呢。你要甲听众朋友讲，荒山亮老师沉潜多久？3年。这个叫做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。就是讲所以讲你有理想，你就爱甲坚持，继续做落。唔通放弃，放弃功亏一篑。是的，马上为了恭喜我们的这个甲子慧这个出了新专辑，邀请到荒山亮来跟他合唱，情深缘浅。希望这个所有全天下，这情人节也快到了嘛，对不对？2月14号拄好咧过年的时阵，祝福大家，祝福大家咧情深缘浅，不是祝福大家咧情深缘未浅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今日咧咱报道新歌发烧榜就报到这里啦，嘛10分的感谢咧阿莹这久无来啊呢，我为了客不要紧啦，不要紧过过节站嘛就过关系啊，好，全台湾上新上流行音乐资讯就在咱报道联播网才听得到第1名甲子慧甲荒山亮情深缘浅。
心无改变。爱你的真心缘浅，感情路有情来都缘，随风随缘。发烧法，互你好听红不让。